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香港教練文化協會嘅副會長鄭志強 Anthony。咁今日咧係我哋教練之心嘅另外一輯嘅節目，好高興咧就請到關呂賢先生。咁佢係一個即係專業嘅婚前準備嘅輔導員啦，咁亦都係一個專業嘅教練。咁好高興 Thomas， 你簡單介紹下自己好唔好啊？好啊，唔該晒 Anthony。大家觀眾大家好，咁我叫 Thomas 啦，咁係一個商業上嘅專業教練啦，咁亦都係婚前輔導嘅輔導員啦，同埋婚前課程嘅導師嘅。OK， 好，我哋今日咧就係同大家分享下婚前準備、婚前教育同埋係教練學嘅關係嘅。咁好希望咧就係即係透過呢個嘅即係創意嘅整合，咁等大家去更加深入咁發掘大家即係嘅婚姻關係啦，從而係可以即係影響到一個好良好嘅家庭關係嘅。咁啊 Thomas 啊，其實咧就即係好多熱戀中嘅新人，佢哋準備佢哋嘅婚禮啦。咁喺個過程之中，同結婚之後，中間都要有一個即係結婚嘅宣誓嘅儀式嘅。咁喺你嘅認知裏面咧，係有個誓詞有啲咩嘅內容同埋意義啊？咁就誓詞嘅內容同埋意義咧，咁就好大分別啦。咁例如喺政府嘅婚姻註冊處啦，咁淨係話嗰個結婚嘅人叫咩名、姓甚名誰，就請在座各位見證，願意取對方個名咁為合法嘅妻子、合法丈夫，咁就讀完噶啦。咁但係咧，而家就好多時咧，啲準新人都會光顧一啲出邊嘅禮堂啦，咁去結婚嘅，咁會請監誓嘅律師啦。咁但係佢哋個結婚誓詞咧，咁就豐富咗好多啦嘅。咁譬如話加入咗教會嘅價值觀落去啦，就係無論一生一世，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咁呢啲嘅內容都會加咗入去嘅。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咧，普羅大眾咧，佢哋就算唔係嘅信教嘅教徒咧，都渴望有一個永久嘅婚姻，係同一個教會嘅婚姻價值觀咧係好相似嘅。所以咧即係你嘅分享係提醒到我哋，婚姻其實就唔單止擺餐酒，唔單止係宣誓，即係一紙婚書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有佢嘅價值觀，一生一世係共同即係經歷疾病、健康、順逆咁樣。係。好啦，可唔可以Thomas 你同我哋用幾句説話簡單咁樣分享，就係即係婚前嘅教育同埋婚前嘅準備係一啲乜嘢？婚前嘅教育咧，我哋即係未正式有呢個 term 啦，咁但係我哋做到呢個嘅功能嘅一個功效咧，係達至到去差唔多係教育咁嘅成效嘅。咁譬如話婚前課程嘅輔導咧，我哋會做啲乜嘢咧？就會引領對方咧，一對準新人啦，咁兩個去傾談嘅一啲佢哋未曾探討嘅話題，或者係佢哋曾經探討過嘅問題，但係未有共識，我哋幫助佢哋去加深個傾談嘅，等佢哋兩個咧係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案，甚至乎有一個共識喺度嘅。即係話其實可能係大家都相識咗好耐，熱戀咗好一段時間，咁但係都仲有一啲嘢係喺婚後會需要了解，而係即係到婚後先要了解嘅時候，可能會引起一啲其他嘅衝突摩擦咁樣。係啊，冇錯啊。咁因為咧，婚姻就好特別嘅，我哋好多時都會講一生一世啦，確守呢個永不分離嗰個價值喺度啦，嗰個使命喺度啦。咁但係婚前嘅同婚後嘅亦都係好唔同嘅。尤其是婚姻嘅頭嗰1年至到3年或者5年嘅時間咧，係最關鍵嘅，即係個建立大家雙方要建立親密感啦，咁同埋生活細節上咧有好多磨合嘅，有好多時咧最脆弱咧鬧離婚咧就係呢個時期。所以我估好難得嘅就係即係我哋有呢個空間，同埋邀請到阿 Thomas 你即係身兼婚前嘅輔導員啦，咁亦都係即係一個專業教練。其實大家未結婚之前都冇結婚嘅經驗嘅，
咁即係做到適當嘅準備係一個好難得嘅好即係一個嘅準備，會令到個婚姻更加美滿成功啦。咁所以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話，即係婚前嘅準備其實佢嘅內容細節有啲乜嘢？哦，好啊，咁婚前準備嘅內容咧，咁就多的是啦。個議題方面咧就非常之廣闊嘅。咁譬如話，我哋有講對方嘅雙方嘅個人特質啦，原生家庭嗰個俗例係點樣樣啦，個文化係點樣樣啦，雙方嘅家庭嘅父母嘅處事方法係點樣樣，溝通係點樣啦，個理財啦，problem solving係點樣樣啦，個人目標啦，育兒啦，咁性關係啦、財務啦兩方面嘅溝通啦等等嘅。你頭先所講嘅可能10幾近20個議題裏面，可能即係喺拍拖熱戀階段準備緊即係擺酒婚禮嘅一對新人嘅腦海裏面咧，可能有部分會有啲認知嘅，咁但係即係深入去探討咧，的而且確我估好多人都冇咁樣嘅準備。咁我睇到即係一個如果冇準備有空白嘅狀況之下，對某啲嘅題目、某啲嘅環節，其實可能會即係真係有衝突碰撞，或者甚至當事情發生嘅時候，會係有好大嘅傷害。同意啊。咁所以都好睇到婚前準備嘅價值啦。咁但係婚前準備基本上係咪比較多都係喺教會嘅即係群體會比較普遍，而一般市民大眾係比較難接觸到一啲相關嘅服務咁樣？哦，咁都唔一定嘅。咁當然啦，教會佢有佢嘅轄下嘅機構會提供呢個婚前準備嘅服務啦。咁坊間咧，其他嘅社福機構咧都有提供呢個服務嘅。例如明愛啦，佢哋都有一個婚前準備個服務咧，係俾唔係教友嘅市民咧都可以去用嘅。OK， 即係都有輕微咁聽過，但係我估而家嘅社會狀況咧，就係好大程度上結婚都係以擺酒啊、請咩人啊、食啲乜嘢啊，之前點樣迎接新郎新娘、迎接新娘嘅安排比較，即係大家嘅重點咁樣啦。咁的而且確，我聽完之後咧，我睇到係嗰個即係婚前準備嘅重要性，或者我哋喺下一集咧，再同大家深入啲討論佢嘅價值同埋意義，好嘛？OK， 好多謝晒你，Thomas。唔好客氣。